讲到这明仔载就是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咯，气象署也预报讲，这明仔载开始呢，水汽会增加，东北部地区也有屯园以北拢有地震雨，被看到月娘需要运气。那讲到这交通方面呢，高公局也预告，这连假头一天落南的车特别多，特别是这国道5号落南，暗算早起5点开始就会伫咧塌咯。拜四下晡，台北车头的旅客来去去，不少人已经开始提早休假。该天较旧咧，加开区间快车疏运旅客。现在高铁实施机动调整自由座的车厢新制以来，头一届拄着连续假期，有的车帮配着5个自由座的车厢，部分旅客是未啥关系。如果固定的，大家都知道到那个点去排啊。如果没有固定，有时候跑来跑去也是不方便。有差，就是看如果说弹性时间的话，自由座开的比较多也 OK。高铁讲会以现场的情形引导旅客分流，让大家紧坐车。现在高公局预告，国道的车流伫29连续假期的头一天，以落南的车站为主。国道1号甲国道3号，伫早起5点了后，车会开始较多。东部的国道嘛有大量落南的车站。国道5号的部分，则预计在早上5点后会有车流涌现，并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。天气方面，拜5、拜6伫东北部甲桃园以北会有短暂阵雨，东部嘛有部分的阵雨，其他的地区看到月娘的机会会较大。对新竹以南的朋友来看的话呢，只有在午后会有些雷阵雨的发展，而且预估这个雨势不是到持续非常久，所以到晚上呢，基本上看到月亮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哦。为礼拜开始，入秋头一波东北季风到位，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。后礼拜2了后，台湾东南方海面有热带扰动，可能有机会发展做风台，今次影响台湾也有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